台湾是一粒自然生态真澎湃的岛屿，四界拢有真侪古水佮趣味的生物，咱毋免走足远来当看到因。会使讲因就住伫咱的厝边。今仔日有3只细尾虫，要甲带落虫阿婷做伙四界扫。咱即马就斗阵来看卖啊！今仔日因会找到啥物？恁来啊！阿姐，你伫咧创啥？我咧找虫啊，咧找虫拖啊。我头拄有捡到这呢。也是狗。对啊，这是尾叶的石啊。好，这是我头拄发现的。恁头拄行来，沿路有看到遮有足济，你看这水池啊有无？有。因为我最近咧看的这种物件，因最爱住伫这种所在。今仔有一个小小的任务，想要请恁甲我斗相共。虾米物？就是我头拄讲，我咧观察迄个物件，伊拢住伫这种环境。啊，咱要来找伊爱食的物件。啊，我互恁3个线索。吼，第一个，伊吼有派一间厝；第二个，伊的身躯顶面有一个安尼一直洗的物件；第三个是伊身躯顶面有2支角。啊，恁会当想看卖，恁会当摇看卖，看是啥物？好，安尼即马出发去找，啊，我嘛来找。不煮打鸡蛋，打鸡蛋。找无物件，滴嘟。一朵。你看，你看这只，你敢有看过这？哦，恁看到啥？迄就是我即马手要摕，互恁看的呢，那才拄好啊。看着哦。起来吧。你敢有好着？哇，足赞的，足赞的。来，你扛一摆。好啊，几摆啊？恁来遮看，恁甲我发现的是同款的物件呢。哇！恁敢知伊是啥？唔知。伊叫做草鞋白。草鞋白。足成的古早人穿的草鞋。啊，恁敢有看到伊的头前2支手？恁感觉有像啥物？恁有熟悉？恁头拄有看到？草稿。嘿，足像草稿，水内底的草稿，你感觉有毛是无？还是无毛？有毛。这种物件，因甲草稿同款，因迄2支骹吼，拢是咧掠其他的物件来食哦。恁敢知伊会食啥？要看卖？虾啊，钱啊。虾啊，金啊，啊你敢讲？肉啊。鱼啊，肉，长的肉。四卡。四卡。是无毋对，伊是食肉，伊甲草稿同款是食肉。我要甲伊看你发现啥？导棍。你别让给我照。一条。你别让给我照。啊，这刚是咱今仔要找的物件。No。毋是哦。我会甲伊保留起来。应该吧。我看金仔呢。倒位。毛虾。这摕金仔。哎呦！你甲接袂就好啊。我惊甲触死。你要放你的裤仔无？啊，你这刚是咱今仔的目标？不是。毋是哦。我找到落来啊。恁敢知影这螺啊？伊除了住伫水，因伫咧路里嘛有亲情呢。恁敢知影？落来？嘿，落螺啊！恁敢知影落螺要倒找？草边。草仔边啊？水窟啦。水窟仔边啊？恁要找看卖无？要。螺仔住伫水底，落螺住咧路面，因是规身躯拢软高高的软体动物，
一出世就派一个螺仔形的厝来保护家己。头壳顶有2支角，会使感觉四周围的环境，因行路的速度足慢足慢。哇，连条的！哇，对面还有一只青眉蜘蛛，你也有看？我已经看到。恁搁找看觅，还有无？没多啊。耶，找到一只。哦。迄啥？老雷，我们的姐姐。哇！恁头拄送先看到的。哇。哇！哇！夹到石头纸。夹到石头纸。安尼先放遮，啊有我搁帮你斗找好不好？咱搁来找看觅，还有无？找看觅，敢有？我甲伊考看我看到了。你有看到？对。伫倒位？这回啦，东西。这个。哦，够水的。你用安尼，你动下骹，无够长哦。啊，你动个下骹，我甲伊。我们做伙。放入你的网仔内底，这无好哦。嘿，哎呦。OK。恁今仔拢有找到田螺甲螺螺对吧？恁两个有啥物无共？恁敢知？这是伫路啊，一个是伫水内底，也是田内底。恁头拄看到这田螺，因是住咧水内底的。哦，啊像这只咧，这只是咱台湾上界大的螺螺哦。恁敢知伊叫啥名？伊叫斯温湖大螺螺。你看伊的身躯一格一格。你敢看会到？伊的身躯的肉一格一格，像迄乌蠓仔共款，4支角，哦，2支长的，2支短。你敢知影这个田螺有几支角？田螺？2支。啊，2支。对啦，大部分吼，伫水内底的田螺是2支较济，啊，路面的恁较常看到的有4支的，嘛有2支的哦。哦，恁一人一只螺螺，咱等下先留咧，我要互恁比赛。哦，比什么？哦，咱等下要去互因比赛。比赛。好，行出发 ，Go Go！噔噔噔。好，头前就是咱落嚟走标比赛的比赛场地。恁敢知这是啥物意思？看无。来，我先介绍恁的选手，这只是非洲大螺螺，啊有的这只是斯温湖大螺螺，第三个是阿弟的，嘛是斯温湖大螺螺。恁拢准备好啊未？好。咱即摆吼要比赛的规则是安尼哦，就是恁拢家己放伫个即个圆箍仔内底，啊，互因的头向外口。好，安尼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这是谁的？呀，你们着急，你们找我！不要紧啦。咱比紧的啦。咱平常时啊，感觉因走足慢，啊，毋过有当啊看起来佫走足紧。这比紧，该吹落。吹落。我都没吹落。你要吹啊？你这只外国人较紧哦。我要养这哦，青色的，青色的要到第一条线。黄色的，搁咧想要去倒位？你输了。什么？你输了，你输了。不要紧，伊豆豆仔行嘛是会当，伊豆豆仔行嘛是会行到伊想要去的所在。啊，我等下要带恁去头前遐有水的所在，咱找看觅啊，敢有人当咧食田螺还是螺螺？我头拄仔趁恁无注意的时阵，去掠着咧食螺螺的细只虫。火金哥。嘿。火金哥。嘿。无唔对，这就是火金菇的皮皮。伊生做什么形？有刺乌迄一支一支拢是会刺。因咧食田螺的时阵，因就会当头伸入去迄螺螺的身躯内底。因这火金菇的皮皮是足厉害的哦，因会家己去找物件食。因除了食螺螺以外，食田螺以外，嘛有可能会食
几把？水草、金马，还有无？你晓嘞？鱼啊！鱼啊，因为因动作无介紧，所以因除了螺啊以外，因伫水内底上爱食的就是，恁有食过螺啊无？无。啊，毋过恁即摆看到的这吼，这住伫咧水内底的火金菇，其实全台湾敢若3种。火金菇细汉的时阵生做乌索索，有的住路林，有的住水底。无论是住倒位，火金菇的幼虫拢上爱食螺。虽然动作无介紧，掠螺来食是拄啊好。因的头是尖佮幼，会使规只软入去壳内底食螺仔肉。有时食饱，佮会米内底休困哦。咱去看的所在，足侪细卡啊，有当啊就有蛇想要来食因。所以咱去看火金菇的时阵，嘛爱看清楚讲咱行的路，还是咱边仔有啥物物件。来，恁一个人拢有一个头灯，过来是手电仔。咱去野外咧看火金菇的时阵，光伤强，火金菇伊伤光，伊就会落落来。咱有一个撇步，就是咱会当甲这红色的玻璃纸，甲伊包伫恁的手电仔火头前。OK， 恁准备好，咱就会当出发了哦。好，出发 ，Go Go！ 哇，火金菇！我摕起来互恁看。你看，这只是路林的火金菇的地皮哦，你敢有看到？我没有读书了，我去。你以前敢有去看过火金菇？有啊。有哦。恁敢知因是安怎会发光？现在。因发光其实是要找因结婚的对象，就是要交配的对象。恁敢知因是公的会发光，还是母的会发光？母。其实因公的甲母的拢会发光哦。落来目睭真歹，敢若看到光影的变化。行路的时阵，拢用触角来平身躯边的环境，找路、找食物，而且有的警旅记忆真好，会去指进前食物件的所在。要食直接去，就免去开时间找。上强会使去120公斤食饭的所在哦。这道棍这真慢。我阁有看到一只蓝面蜘蛛，阁有非洲的大螺螺。看伊个相，看伊个照片，看就好耍。我画螺螺。迄两只乌的啥？迄是我画卡。有螺螺甲螺螺斗比赛，阁有蜘蛛，阁有我咧石头。